后来乡亲啊，这个红头树的陪乌节开始咯。这陪乌对当地岛屿族人来讲，唔那是食物，嘛是文化，所以掠陪乌的放仔船，也则是仪式，拢真神圣。所以这段时间，咱的乡亲闹到咱出去佚佗，唔通去讲犯着禁忌。头壳有挂一个探照灯，红头树15组的人准备要出海掠陪乌，对因来讲，这是每当上爱重要的大代志之一。前世有山猪有猪嘛，在野放，我们会爬上来去吃。每当的3月到6月，陪乌顺着乌潮来，这个时阵嘛是观光客到红头树佚佗的旺季，当地居民就提起话禁区爱水。看地咧靠稀烂的时阵，若是要经过稳准，千万唔通挖近，甚至翕相，嘛袂使乱摸这放仔船，因为这船顶的雕刻的图案，拢是因文化中神圣的代表。袂当乌白装入去当地人的地下室，或者是当咧拍陪乌的所在。若是入去坑底下这凉亭啊，嘛一定爱烫的啊。因为我们对泥沙、对泥土非常的忌讳，那它是在野外的，那不应该带到我们的生活空间。15族人甲大自然生活做伙，真侪生活习惯甲禁忌，其实拢是甲大自然有关系。来到红头树佚佗，一定爱尊重当地风俗，才会当耍啊欢喜佮趣味。